今日我哋整皮盒，一個圓形先，少少，又俾個眼睛有少少橢圓形，眼睛俾個圓輕撳一撳，兩隻圓形眼，然後個鼻做水滴形，打側搓尖尖，貼喺眼睛中間個位置，頭頂差一個長水滴形嘅部分剪一剪，而黐啲黏上去。頂你可以揀花花或者揀葉都可以修剪下先。花花嘅我哋整個圓形，近邊乾淨牙籤壓5份，接返去頭頂，中間差一個圓形俾開咗花啦，差一個水滴形做佢個身體形上邊剪走佢拼下先，都啱黐埋佢，然後差一個長水滴黐上去，下一隻手都係咁樣做，手指仔可以揾牙籤壓咗一隻手指。拼埋隻腳佢，小長橢圓形就可以啦。隻腳仔想要腳趾又係攞支牙籤。